第13課外出旅遊課文。先生想去邊度玩呢？想去桂林。我哋旅行社有桂林5日遊同7日遊兩種團。嗱，呢啲單張請你哋睇下。都唔係好貴，行程都幾好，去得過啊。呢種團好受歡迎㗎。你哋幾多個人去？想參加邊個團？我哋6個人，4個大人，2個細路。啲細路又細又盛，都係報5日遊好啦。報呢個1月29號年初3嘅啦。而家仲有位，不過新年嗰陣旅遊嘅人多，早啲報名穩陣啲。小童減收幾多錢？減收300。你哋呢個收費包咗啲乜嘢嘅呢？包交通費、旅遊點嘅入場費、全部食宿，仲有意外保險。不過機場稅同導遊貼士就要另外俾。我哋而家報名啦。麻煩你哋填一下呢啲資料。係唔係而家落定啲訂先啊？係，出發前20日，請你哋嚟交埋啲尾數，到時我哋會通知你哋開茶會㗎喇。重點詞彙：又盛，穩陣，去得過，細路，細佬哥，點計法，嗰陣，落定啲訂。補充語彙：詞語，訂位、護照、簽證、回鄉證、海關、打稅、免稅物品、旅行團、團友。句子：台灣始終係香港人嘅旅遊熱點，旅遊成本低，距離近，兼夾航班多，氣候適宜，風景宜人，特色菜唔少，好似棺材板咁。唔話你知係乜東東，自己去試下啦。短文朗讀：阿新佢哋睇報紙，見到有間旅行社有桂林5日團，於是就約埋3個朋友一齊想趁住農曆年假期去嗰度玩下。平時桂林5日遊，一個人都要成1800蚊左右，但係農曆年嗰陣，每個人要加500蚊。即係加到2290蚊，5個人就要萬幾銀。香港旅行社多，難做，係咁噶啦。阿新佢哋唯有報名落訂。佢哋搭嗰架係中航班機，上晝11點起飛，10個字就到咗桂林，真係快啦。